來關心天氣，氣象署講拜三進前各地攏真好天，不過要注意拜四拜五鋒面漸漸活來，東北季風增強，水汽會變較高，較會落雨，尤其是西半部要注意會落雷公雨。禮拜東北季風減弱之下，各地氣溫慢慢來回升，南部內陸所在會來到33度、34度，日夜溫差較大。花蓮台東受一寡零星落雨情形。氣象署講，到日進前攏是相款穩定的天氣形態。也毋過23開始水汽會來咯，落雨機會增加，全台灣愛注意局部陣雨也是雷雨。週四、週五鋒面逐漸接近並通過，並伴隨東北季風增強，而到了週六可能還有華南雨區通過，因此到時候在西半部各地都有一些下雨機會，特別在西半部地區可能雨勢或是可能甚至有些雷雨發生的機會。氣象署提醒講，19到21，全台灣的天氣雖然穩定，不過受到長影的影響，北海岸、東半部甲恒春沿海無平靜。宜蘭蘇澳抑閣台東、蘭嶼攏已經出現1.5公尺到2公尺的懸影，海邊的作業請愛注意安全。另外，23鋒面接近，各地除了愛注意天氣的轉變，台東地區也無排除有小雨發生的機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